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，就係呢個天地能量中心嘅王牌產品電熱邊石超聲波美容儀啦。相信大家呢都會好注重美容護膚噶啦，呢個美容儀呢真係唔錯噶。嗱，呢一個美容儀呢，佢採用咗最優質嘅至苯浮石製造嘅，佢能夠釋放高達95% 嘅遠紅外線，而且每秒呢仲可以產生100萬次嘅超聲波脈衝震動。用佢嚟護理面部呢，又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，又可以幫助美白啊、淡斑啊、消退黑眼圈啊，同埋令到我哋眼呢冇咁腫啊，仲可以淡化幼紋添。嗱，市面上呢好多同類型嘅美容儀呢，喐下都攬埋都講成1萬幾千嘅，幾千1萬都閒閒地噶啦。但係我哋呢個姊妹期間，我哋呢個美容儀只需要港幣1000蚊，你就可以擁有一部噶啦，係咪好超值呢？記得唔好錯過啦！嗱，想了解多啲嘅話，記得喺姊妹期間嚟到我哋攤位 H13了解多啲，約定你哋一齊變靚靚。天地能量中心電熱邊石超聲波美容儀，使用最優質嘅至苯浮石製造，能夠釋放高達95%遠紅外線，每秒產生100萬次超聲波脈衝震動。市場價格1380到1880蚊不等，健康博覽優惠價1000蚊就可以帶返屋企啦。